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7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苏花公路游览车启动刷标，造成6个人死亡，39个人受伤，专家认为可能是超速，转弯角度无够锁定。过来，今仔日无增加新的病例，指挥中心嘛宣布开放别流旅游的规定，别流总统会伫3月28先来台湾访问。中国暂停台湾往来进口，引起批评。国台办今仔个讲会提供资金，欢迎台商去中国发展农业。新闻一开始来看，苏花公路游览车去弄山壁，造成6个人死亡，39个人受伤。游览车司机目前人搁伫病院，嘛还未接受调查。病院是表示讲，驾驶有讲车一出崩坑就打无档啊。警方嘛先查考行车记录器，检察官嘛来勘验游览车，厘清意外发生的原因。游览车山高速分桥现场为封锁线，车壳密密麻麻，玻璃碎糊糊，规台车是路苍苍，都知弄的力头有够大。十台游览车开到苏花公路第9线东二段114.7公里的所在，失控弄山壁，造成严重伤亡。现场也有长长的打档的痕迹，到底肇事原因是啥物？关键人物游览车驾驶的姓余的司机，由原伫病院治疗，也无做笔录，院方是短暂医术后真自责。就游行司机其实是一直很担心他的一个乘客，他一直讲说他的乘客怎么样哈。那他有描述了说他出手是出了隧道之后，他的那个刹车一直踩不到。姓余的司机表示，大波档警方初步鉴定游览车最后是伫 N 档，游览车车链无驾驶的情形。公路总局指出，游览车自2018年出厂，有封锁系档系统。姓余的司机伫2000年3月摕到合格驾照。还要看有没有行车记录器，还有车内的行车记录器，还有这个所谓所称的大盘的部分哈，来看这个各种迹象条件来佐证。游览车弄山壁司机还故障，也是人为所致。警方除了查考行车记录器，检察官也会同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调查小组、游览车原厂技师来斗阵调查肇事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这场车祸运安会认定讲是一级重大的公路事故，会展开调查。昨游览车同业工会嘛去现场了解，初步认为这可能是驾驶超速、驶弯的角度无够，才会去弄山壁。运安会表示，目前已经把证据收集好势，未来会正做档案系统的测试，来厘清是人为还是机械故障。苏花公路游览车弄山壁事故，负责承办这一摆2天1夜旅行的好视野旅行社公司登记的所在无人回应，负责人电话也转无音信箱。事故当日，司机表示是因为打无档啊，不过游览车同业工会昨到现场了解，因为车体1月份才多检车，机械问题是研判走山路的情况之下，就可能是驾驶超速，过弯角度无够大。刹车过度情况下，所以造成刹车的这个效率最紧。所以我们认为，机械性问题都没问题，应该是在这个驾驶的转弯这部分的操作上面，可能角度过度小，不够大，而产生问题。游览车停良通讯公司负责人陈昌廷一早就到宜兰病院探视受伤的乘客，对肇事赔偿这问题，伊表示也无清楚，一切拢等检调结果出来，搁对外说明。运安会指出，这是一级重大公路事故，会马上立案调查，目前已经收集相关事证，未来会做档案系统的测试，调查意外是人为或者是机械因素。超速的问题我们也不排除。ADAS 是所有的数位资料，通通会录在里面，那个都是以非常精确的用秒为单位的，所以这个东西数字会还原。那其他到底有没有符合其他旅行业管理规则？譬如说，他可能必须要跟旅客签约，相关的车辆的租车契约都要符合相关的法令的规定。观光局表示，目前初步查核旅行社拢做到相关的规定，后续也会检视所有的物件是不是符合法令。目前先要求旅行社做好甲死者、伤者家属联系沟通。另外，经过查证，好视野旅行社当日总共接派2个旅行团，总共4车160人到花莲佚佗，分别是新店区复兴里130人3台车，加真爱里41个人1台车。记者综合报道。
这台游览车是在新北市新店复兴里的里面去2港一暝自强活动，发生这款代志，里长非常的艰苦，嘛归来向死者的家属回失礼。昨半暝，家属嘛去车祸现场招魂。到太平间面对11岁生女死者家长，新店复兴里里长过来回失礼，家长唔甘查某囝离开，暗过有缘伤心，将里长扶起来。因想要到2港一暝里民自强活动，会伫回程时阵发生重大车祸，造成6死39伤。部分轻伤家属也伫10日暗时陆续转院治疗。目前为止，算起来大家互相配合的还不错了。是哦。对。哦，那个伤势还好吗？目前为止我们还在那个掌握当中。现在就是要看他们有没有统筹了，有没有？他们是要一起吗，还是怎样？对，我们还是在问他一起引领还是个人。在违体车队透早出发，家属伫民众人员甲法水陪伴之下，去事故现场招魂。所警方伫现场协助管制双向交通，过仪式差不多20分钟，车队到北上到台北治滨。另外，事故原因，主任检察官也到所有分局了解调查。那在今天晚上相应完成了那个六个死者的大体。并且所有的物证跟人证都跟警方跟那个运安会在研究在调取。弄到破高个车体，就知影弄的力度有偌大。山壁顶悬也挂着为车顶摔出来物件。运安会伫事故发生了后，也伫第一时间去收集证据。现场连续过弯的落叶路段，司机表示大档的失灵，检测小组测量大档的分价发现有47公尺。来，拉到刹车起点。检方强调，详细事故原因要去调查，会综合所有物证甲人证了后，各做判断。各位可以放行了。Hello， 放行。完成修正了后，10日暗时9点05分，游览车拖去所有分局，工程人员清理路面了后，也伫警方的指挥之下，开放双向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今仔日无增加新的病例，另外指挥中心今仔日嘛正式宣布讲，咱甲帛琉两边开放旅游的相关规定。帛琉总统嘛确定讲会伫3月28来台湾访问，咱嘛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第一个大概就是要团进团出，不可以安排个人的行程。规划行程避开人潮或划定区域与当地居民区隔为原则。那预先要选定好适当停留的地点，旅游的路线。那采全程定点接驳，旅客仅限入住与取得帛琉当地卫生单位认可具安全防疫相关认证的旅馆。旅客必须6个月内无出入国史，近2个月无居家隔离检疫及自主健康管理的情形。3个月内未确诊 COVID-19， 且出发前配合机场进行采检，那取得 PCR 的检验阴性报告，返台前就不需要再做 PCR 检测，返台后可免除居家检疫，并于返台后5天内实施加强自主健康管理。帛琉总统会述人将于3月28号搭乘包机来台进行访问，并预定在4月1号返回帛琉。这将是会述人总统今年1月21号上任以来第一次出国访问，也是国际疫情爆发之后，我国第一次接待来访的外国元首。再来看咱国内11万剂千剂 AZ 疫苗今仔日完成检验，也毋过国际上陆续传出讲 AZ 疫苗有过敏、佮血解副作用。指挥中心刚有暂停注射的备案。指挥官陈时中是讲一切依照科学证据来进行。台湾第一批 AZ 疫苗特别完成检验放行，不过全国全国新冠肺炎病患18万名医护人员当中，符合第一批做的资格6万多人，有意愿做的比例是32.7%，是不是信心无够？指挥官陈时中回应，这个比例算悬，疫苗安全性还是以科学实证来验证。相关的一些是不是有特别的敏感的族群存在？那或者就是说。一些背景值是不是有超过等等这些要收集广泛的资料，那才能够做这些的判断。外界质疑是不是因为我们只有 AZ， 所以不得不打？
不会，这都是根据科学的正确来的。对世界各国陆续传出注 A 级疫苗了后出现过敏或者是血压去塌掉的这问题渐注的案例，但市长强调，是不是要停住，会由专家小组依照科学实证来研判。对外传台湾让疫苗予巴拉圭，但市长是否认。另外，对北流旅游专案计划，指挥中心证实会在下晡公布。组织北流当地医疗成功病院透露，初步规划出团旅客采检，调向登记出发进程在机场完成规划。就一次性的就在我们的机场完成采检，那阴性证明的这个程序之后，直接从机场能够出境。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也便利了旅客，那也达到指挥中心在防疫上的要求。因为我们防疫上就是希望用最高规格的 PCR 的检验，也就是旅客无需要先走医疗院所登记采检就会使，检化手续希望能提悬出游的意愿。根据了解，3月28，北流总统会亲身来台湾，4月初会随首发团登去北流，正式对开代表两地国门。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头一遍到立法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业务报告，将对美国跟日本举行双边会谈，内容有讲到台海和平的重要性。邱国正认为，这对咱国安全是正面的。有立委问讲，解放军若是拍台湾，美国上紧爱等17天后，才有法度来支援第一岛链。邱国正是回应强调讲，家己的国家家己救，美军什么时阵会来，毋是咱应该考虑的。台海局势紧张，引起国际的关注。美国甲日本的外交部长甲国防部长顶一日伫东京举行2+2双边会谈。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会后表示，美国甲日本对台海和平稳定有共识。国防部长邱国正17头一届去委员会做业务报告，去访问到这件代志，伊强调讲，这显示各国知影台湾有压力。我想对以后的合作不管是平常就既有的基础，或另外谈一些议题的。这都是正面的，我们都乐见其成。针对强军小连线华盛顿轰17等新型弹道飞弹，威胁扩大到第2岛链以外，国防部传出会甲美国合作高空飞弹来防卫，阻挡强军。针对这点，邱国正表示，台湾甲友军有真侪沟通的管道，不过要参详到什么款的程度，还阁要拍拼。另外，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警告，中共6年来恐惊会侵犯台湾。美国上紧就要17天，才有法度到第1岛链来支援。有立委问讲，国军爱安怎来应应？他不会因为其他国家有什么言论，我们就做一个大幅度调整。而且我有一个观念，自己的国家自己救。人家多少天来，这不在我们考虑之内。我们一直在强调讲说，我非常肯定部长你这个概念。如果你要打多久，我赔多久。我们不能依赖谁会来。国军推动瞻南国造，参谋总长黄曙光做瞻南的调集人。不过，黄曙光在6月底就要退休，接班的人选受到关注。针对这点，邱国正话是讲了真保守，强调讲人选已经有安排，目前无方便公开。国防部有规划，不过也未定案。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暂停台湾往来进口，引起批评。今仔国台办又搁提出上新的对台优惠措施，农林22条，表示讲支持台湾人甲台商伫中国发展农业、林业，会提供资金甲贷款来表达诚意。也毋过国台办嘛搁批评民进党甲往来事件政治化，抹黑中国。中国3月7日开始暂停进口台湾往来，引起各界批评甲压力。17中国提出新的方案，宣布对台优惠措施，农林22条，讲会支持台湾人甲台湾投资的企业，伫中国的农业甲林业领域来发展。是相关部门全面贯彻习近平伫个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讲的话。无论是暂停台湾地区菠萝的输入，还是出台农林22条措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陆在对台工作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农林22条有新发展等3个特色，内容讲到农地甲林地使用、养猪利便甲资金的支持、投资经营、研发创新、甲开展内销市场等的方面，提出具体的措施，进一步予台湾人还有台湾企业提供同款的待遇。国台办指出，这甲进前的31条、26条的措施是差不多同款意思，会进一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呼吁台湾民众都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们相信，台胞台企只要抓住机遇，
一定能够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郭台铭嘛伫记者会，搁一再强调讲，暂停进口台湾的往来是科学合理的作为，是台湾这边甲问题政治化，而且强调讲，去年就通知往来无合格，是台湾无改善。关键是呢，民进党当局丝毫没有为台湾农民着想的意愿，做些吃菠萝的表面文章，不过呢是想要蒙混过关罢了。朱凤莲强调讲，中国一直在协助台湾的农民，不过民进党当局一直在做乌。所来其他台湾的水果，敢会嘛防禁止进口？朱凤莲表示，主管部门拢会按照规定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中选会主委李进勇早起去立法院备询，有另外为质疑公海草打的公投有部分人士因后悔，想要撤销人数。主委李进勇是表示，依照公投法的规定，理解公投的人数是无法度撤回。海草打的公投小组是表示讲，确实有少数的人有想要撤销人数哦，会拜托律师来处理。未了天然气接收站引起讨论，款团指出，中选会主委林进勇过去做婚姻馆长的时阵，捌承诺2025年要将未了电厂以天然气取代烧土炭。不过李进勇早起出席内政委员会时阵，却表示身份无同，避讲这个议题。你对云林在地的关心呢？我当然关心，但是我不便评论。李进勇表示，目前有4项公投在筹备。或是客方商转确定成案，反来对公投甲公投北大选在做联署人名册查对。另外，真爱海草打公投联署第2届联署阶段，18送行到中选会审议。另外，立委指出，有部分海草打公投联署人反悔，因为联署进程资讯不完整，即马想要撤回联署，却求助无门。他们想要撤回，那中选会这边怎么处理呢？进入到第2阶段的联署的话。就中选会来讲，就没有所谓的撤回了。你赶快去跟联署的提案人讲，我不要了，我不要，你把我撤掉。我们会请他填写撤销的声明，那之后律师团会去处理这一个部分。真爱海草打公投小组表示，有收到少数撤销联署的新闻，透过律师处理。李进勇表示，依公投法规定，进入1届联署了后无法度撤回。联署人甲联署下甲领导单位要求撤案，属于司法范围。中选会无权介入。另外，外界关心公投电子联署进度，李进勇表示，正在进行改善项目当中，按算6月底进程会完成。后续确认无治安的问题，会赶紧使用。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用水大户敢要加收水费，经济部长王美花早起伫立法院表示讲，会听各界意见，按什么依照无共款的产业定出差别的费率，上紧嘛爱明年才会实施。另外，海草打公投有将近70万份的联署书，明仔载送到中选会，有立委希望经济部至少爱召开300场的听证会。王美花是表示会尽量甲民众沟通。水情无乐观，严过政府有关唔敢贸然征收耗水费，立委要求经济部加速上路时停。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有计上紧明年上路。真的话也是明年以后的事了啦。今年底会告诉社会大众怎么开征，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解释？能不能朝这个目标来就今年。另外，针对中油3只公投前期，国民党立委质疑。经济部到今无提出替代方案，敢讲真正要行回头路，增加500万吨烧炭用量。王美花回应，下策并无愿意看到。严格定爱作答70万作答联署公投，18将送往中选会。有立委认为，政府应该多多甲外界沟通，别当急于去做。明天送过之后呢，我想才是我们跟民众好好沟通的开始。在这里要求能够办300场的听证会。能源政策是非常复杂也非常专业，一定会尽量让大家了解相关的细节。另外，针对顶日中国半导体公司比特大陆涉嫌暗藏中资的身份，无经过许可，伫台湾成立2间公司，高薪吸走大批的台湾研发人才。
王美花表示，只要有证据，就会移送给调查单位。如果直接隐藏成台湾的公司，目前大概会有多少看起来是可疑的？确实有移送过大概20家左右。王美花表示，因为涉案公司已经为中资转为台资，需要由调查局来调查，基本上拢是集中伫半导体相关产业。不过，立法这期恐惊只是一小部分，中资扣人间谍情况，除了检调介入，应该找台湾的半导体业者进行联防，才会当杜绝中国恶意的扣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芬兰的 Nokia 过去是生产手机世界第一的公司哦，也毋过 Nokia 昨宣布讲，打算要伫2年内底裁员1万人，办公一档会使减少200亿新台币的开销，甲这个钱投入研发。Nokia 新的执行长杜旧年上任了后，就宣布讲公司要转型，按说要甲中国的华为、瑞典的 Ericsson 去竞争5G 的市场，也毋过转型并无顺利，甲美国的行动网络营运商的合约嘛无讲成，嘛拍袂入去中国的市场。即马 Nokia 宣布裁员，要投入资源来发展5G。来看中天新闻台的52台关台3个月咯 ，NCC 主委陈耀雄今仔表示，全国64个系统的业者嘛，已经有20-30间提出申请，按说要甲华视也是台视刷到第52台。主委伊阁强调讲，伊希望52台留予公共媒体，并无来自高层的压力。并没有所谓高层的压力的问题。我刚才已经跟好几个委员提到过，就是说，我们这些委员来讲的话，对所谓的向来我坦白说，我看了台湾的10几年的新闻电视来讲，我觉得台湾的新闻品质来讲是有提升的空间。基本上我们目前的逻辑都只是一个商业竞争的逻辑，可是就我们你看世界民主先进国家，你可以看得出来，很多国家里面来讲，至少都会有一个公共新闻频道的存在。那我们有没有可能透过这种方法去改善我们的新闻方式、新闻品质，或者提升我们整个对新闻专业的要求？因为当时所以我当时才会有这个发言。当然。针对外界质疑讲陈耀雄的发言有违反有线电视法，当政军袂使介入媒体经营的规定。陈耀雄是讲哦，特别解释讲公共媒体甲政府媒体无共款，因为公共媒体算是公民社会。台湾的公共媒体发展合办，嘛强调讲这嘛毋是政府去经营公共媒体，所以并无违反相关的规定。再来看可汗真严重，石门水库的水量嘛一直减少，即马嘛影响到渔民的收入。渔民是讲哦，因的鱼仔是愈掠愈少咯。发动演练，开小船准备去掠鱼，出来虽然唱着快乐出网，也毋过等待大鱼落网的过程，渔民的心情却是安尼。真正是笑啊笑袂出来，哭啊哭袂出来。水情无好，石门水库的水位一直下降，鱼仔的活动力变差，渔民掠鱼仔也受影响。渔民讲，掠鱼仔有季节性，也像买乐透，专靠运气，看天食饭。就算有可能讲久，也是逐工爱做。少很多，对。那会不会担心未来水量一直减少？几乎每年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哎。现在鱼也抓得很少了，不会说很大条，现在鱼都很小。但是为了生活还是要拼，每天都要做的工作啊。我们抓鱼的话，我们都有季节性，一般是差不多5月到这个10月尤其大头鲢。渔船驶过，水面喷起真侪美丽水花，渔民也希望辛苦付出的汗水会当化作丰收的笑容。哦，有鱼了，有鱼了！哇，好大一只哦！有了！今仔日掠到2只大头鲢，渔民欢喜放炮啊庆祝，下手准备回航啊！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地检署伫去年9月份查到农委会水保局的台中分局秘书等5个官员涉嫌利用办理工程招标案接受厂商的招待。检方去年嘛起诉这5个官员佮9名业者，水保局嘛表示，这个官员伫今年2月份嘛已经送天界法院来审理了。水利工程和民生真有关系，
毋过，煞有农委会水土保持局的官员涉嫌接受厂商请食饭，搁去花天酒地。台东地检署去年9月调查，12月侦结，按照受污洗、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名，起诉5个官员、9个业者。我们就是认为相关被告涉嫌贪污治罪条例职务上收受贿赂不正利益的罪嫌。检方调查发现，当时做水保局台中分局的秘书杨燕山等5名官员，在2019年3月到2020年6月，办理总票金超过9000万的票案等18站工程，因率接受得到票案的乾坤顾问公司等9间厂商的招待，搁去有人坐台的 KTV、酒店或者是私人招待所消费，这钱拢是由厂商来出。涉案的官员承认有接受招待，水保局也表示已经把涉案的人调职，其他的等待司法的调查。在收押期间就是当然的停止，但是复职以后，我们已经把它降调为正工程师的工程。我们水保局都每一件都有去重新再去做抽查、抽验过，所以工程品质上面是都没有疑虑的。被起诉的官员和业者计共14个人。因为污洗是重罪，若事情明确，可能要关7档。水保局台中分局是表示，相关的工程拢搁进行查核，另外也针对内部的流程搁再检讨，避免代志又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东大门夜市边仔有一栋花莲县政府伫2009年向中央争取4亿的预算起的阳光电城，也毋过因为发电的效率无好，后来就趴荒，变做是蚊仔馆咯。花莲县政府按算要甲这改做是原住民文创馆咯，也毋过民众嘛有意见。这是花莲东大门的夜市啊，边仔这栋像工厂的建筑物，都是花莲县政府伫2009年开始要起的阳光电城。毋过用无几年，因为发电的情形无理想，全冻点。即嘛县府阁要开4000万，甲改做原住民文创馆，民众的看法是真无共款。那既然是闲置，当然是应该要重新让它使用嘛。很浪费啊，因为好不容易花了4亿多，然后又要拆掉。县府原民处表示，阳光电城当初是营建署用花莲基层的专案来补助，因为有使用的年限袂当乌白拆除，才会放伫遐咧用。经过协调了后，已经得到内政部的同意，会当修改部分的结构，要打造做内底内容丰富的原住民文创馆。老旧有安全疑虑、报废年限在10年以下的部分是可以改造让它未来比较利于让原住民文创业者进入。不过附近专门卖古物，结果石头甲五金的反啊，煞认为讲，若是干那开放原住民产业进驻，安尼其他的族群要安怎？那闽南人呢？外省人呢？还有新住民呢？你花4000万，就让人家看怎么样去摆摊什么啊？大家同意都可以使用啦。你光原住民没有什么市场啊，你。针对这点，县府表示，因为经费是原民出的，所以规划进驻的对象当然是以原住民为主，而且内底老师拢是文化艺术家，有手工艺、服装、音乐、料理甲舞蹈5个类型，甲一般的单位无共款。记者综合报道。为了照顾弱势，花莲县领先其他的县市宣布要升级工课人条款哦，未来会使专业来补助中低收入户免费来使用灵骨塔，互一寡善食人会使有尊严的行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由夜市爱花那组的婚林夜市自爱会，2017年通过全台湾给收入户免费火化，还佫有塔位免钱的政策。去年希望婚林县内的各乡镇公所，卖当通过中低收入户免费使用灵骨塔优惠政策，要甲工课人的条款佫升级。咱中低收入在塔位也获得嘛，各乡镇市呢能够予以全面一个咱乡镇市咱的首长呢，咱代表会咱主席个代表会嘛，来这次来照顾咱工课人20乡镇来全数来照顾的中低收入在塔位可以全面。花莲县政府表示，为着要照顾更较侪生活艰苦的民众，县府接到夜市自爱会的消息了后，指示民政处爱全力配合，嘛请各公所修订完成殡葬设施使用管理自治条例，互花莲县成做全国唯一一个低收入户、甲中低收入户火化甲使用灵骨塔拢免费的县市。只要有中低收入户，咱公所这边拢有资料，就会当入塔免费。咱入塔一位是2万块。咱的火化费是一位是河尾这边火葬场是一位是8000，所以火化费由云林县政府所有来吸收。
婚林朱爱辉表示，有袂少艰苦人想要有尊严完成人生上尾一段路，有当时也并不是遐尔简单。即马婚林关甲艰苦人条款阁升级，增加1800外的中介收入户，按算会有5300外人受惠。未来希望其他的县市嘛会当有相关照顾民众的政策。记者综合报道。捌伫网络顶头红选做全台湾10大动物名册，高雄寿山动物园的非洲狮小巴哦，之前就传出讲因为腰脊病真瘦，精神真歹。一个月找到保育员嘛发现讲小巴已经食了真少，规工拢在困。虽然动物园是真拍拼要救哦，也毋过最后嘛是传出讲小巴已经不幸过往的消息。保育员牵着小巴的前脚，也是饲伊食牛奶，拢会当看出非常细腻来照顾伊的举动。非洲狮王小巴自细汉甲哥哥小新，互寿山动物园人工养育大汉，佮捌入围着网络全台10大动物名册。12号说传出着死亡的消息。那小巴它其实在食欲上就很明显的下降。那因为其实在这中间，我们就兽医跟保育员就紧急的再给他们一些像支持性的治疗，那还有一些止痛剂。那当时还是很不幸的，在12号的时候，小巴那他就过世了。动物园表示，非洲狮仔上老会当活到15岁，小巴今年11岁，年纪已经非常大，这几冬黄金断出遗传性的腰脊病，影响到食物件，还有吸收营养嘛真歹，才会这么瘦。巧合保育员发现小巴状况变歹，赶紧抢救，也是死亡。往后的这样子一个延续，好像没有办法有一个传承啊，蛮可惜的啊。会跟他们说啊，说难免嘛，就是时间到还是会过世啊。小巴死亡，游客拢感觉非常的可惜。毋过，嘛有家长认为这是一届生命教育的机会，互囡仔知影生命是无常的。目前小巴的双生仔兄弟小新嘛有腰脊的问题，但是病情拢伫咧控制当中。动物园表示，因会密切来观察。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人报道。咱再来看英国的 AZ 疫苗，伫真侪欧洲国家传出有血甲副作用，暂停注射了。明仔载欧洲的药品管理局嘛要开会来讨论。世界卫生组织嘛一再呼吁讲，有做总比无做好。虽然有媒体专家表示有科学证据来证明讲副作用无严重，也毋过嘛是有在外个国家暂停注射。有专家嘛讲哦，这可能是一种影响对白的心态。伫安特卫普的这个疫苗注射中心，民众拢咧做阿斯特捷利康疫苗。比利时并无针对 AZ 疫苗血甲去踢掉的疑虑暂停注疫苗。Al die heisa in de media, ik hoorde van nozzel. Ik heb vertrouwen in de wetenschap. 欧洲目前已经单位挪威、冰岛、奥地利、意大利将近20个国家有风险暂停注 AZ 疫苗。最近加入的瑞典也伫16宣布，亚洲、非洲由国家划停。欧洲药品管理局已经开会，具体建议18会出来。We are still firmly convinced that the benefits of the AstraZeneca vaccine in preventing COVID-19 with its associated risk of hospitalization and death outweigh the risk of these side effects. 有专家认为，就算科学证据这么清楚，真侪国家也是拢暂停，可能是因为大家拢是安尼做的心态。What we're seeing is a bit of a herd effect across the European nations. I wouldn't want to call it panic. But one country said, "Oh, we've got some side effects in Norway. Are they or are they not related to the vaccine?" And then other countries have said, "Oh, we better take action." 欧盟会员国当中的比利时、波兰继续做。法国、德国、西班牙甲意大利拢表示，等欧洲药品管理局结论出来才去讲。世界卫生组织真侪摆呼吁各国唔通停注。专家16也开会讨论，强调无证据显示 AZ 疫苗甲血甲踢掉的有关系。英国一共超过1100万人至少做过一支 AZ 疫苗，并无死亡或者是血甲去踢掉的案例出现。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针对今年的全国学生表演艺术团体比赛，教育部是坚持讲无要办，互一寡家长佮学生真不满。部长潘文忠早起去立法院报告，有立委是认为这确实有检讨的空间，因为教育部之前有承诺讲，今年有报名比赛学生拢要算优等，立委嘛要求教育部爱伫1个月内底，甲这个代志处理好。全国学生表演艺术比赛团体赛停止办理，全国81000多名学生受影响，真侪人是真失望。国民党立委万美玲2届问到部长潘文忠，讲爱回实的。
确实让孩子们少了一个这样的机会，我自己心里头其实是非常的难过。潘文忠无讳实地讲，心内是真艰苦，一直强调1月底疫情是真歹叫，是不得已的决定。但是朝野立委拢认为，教育部书记师决定无够周到，有真大检讨的空间。以后要不要有备案？因为疫情它的变化不断的在改变，我们的决策不能太封闭啊。民众党立委高虹安讲，指挥中心表示2月初时才是部图观察重点，但是教育部1月25就决定2月20搁开会，搁讲找无所在，安怎互家长接受？因为即马有苗栗县甲部分的民代表明要找所在，敢有可能恢复办理？场地你们找到了，评估后可以的话，是还有机会复赛。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啦，如果是放到学校里面去。这个可能会影响学校正常，因为他有时候，尤其是音乐类，要长达半个月的时间。敢爱恢复办理，潘文忠也是无讲清楚，但是应立委要求，会伫咧1个月内底重新来印有个人名的参赛资格证明书。另外，免试的笔试敢爱采购，即马敢若家己确定，而且各教师甲每一个学区来说明。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早起，历史和平甲学者开记者会指出，讲目前环保署提出的利用化团的计数是一栋台票100块，环保人士是认为上少建议讲一栋至少要35块的美金，1000块的台票，业者才有减团的动机。环保署嘛回应表示，讲目前汇率是搁还未定案。要实现污染者付费原则，找出有效处理碳污染的政策工具。绿色和平会再举行记者会，认为对排团的人征收碳费是方法之一，但目前环保署推动相关修法，煞无讲到细节。那照环保署进前所讲，要参考新加坡收6栋台票100块，安尼汇率实在伤过低。台湾环保署的建议在这边，那我们每公吨的碳费至少要收35块美金才有办法做到。中研院经济所研究员肖大基进一步计算，那6栋收100块，相当一度电加收5分钱，1公升汽油加收0.226块，正歹达成减碳的效果。如果说收这个碳税或碳费的目的是要达到这个减碳的目标的话，那这是没有效果的。减碳诱因不是只有说是增加支出或者是节约能源，而更重要是会促进这个技术的进步。环保署回应推动修法，目前已经伫北中南举行相关会议，收集意见，嘛甲产业界、工商团体开10外场的研商会，但目前针对碳定价还未定案，要先完成修法才有后一步。是先取得法律的授权以后，再依照执法去订定相对应的费率跟征收方式。这最主要也是配合施政的目标来做更有弹性的一个调整。绿色和平认为，碳定价必须要慢慢啊调悬，更加要求法令应该明确订定，到2050年要达到净零碳排。环保署强调，宣誓目标是关键课题，但如何达成更加重要。若无相对应的措施，画一个目标并无妥当。记者林丹碧如台北报道。蔡观众朋友来看，有一位罗西亚的水上芭蕾舞者茱莉亚，伊伫台湾20多年，专门教新生障碍的囡仔跳水上芭蕾。伊讲这款运动正适合有障碍的大人囡仔，那运动更会使兼培养因的自信心。很棒。茱莉亚老师伫咧画边带一寡有唐氏症、自闭症、身心障碍囡仔，先伫咧水内底练芭蕾舞的基本功夫。一般的囡仔嘛对因做伙练。喜欢后翻滚，觉得很新奇很愉快。 Sometimes it's tiring. And what is the most challenging part for you? Like when you do like that and yeah. 这个囡仔有对加拿大、法国、美国、英国和洛西亚来的，因无分你甲我，斗阵合作，家长也真欢喜看到因的成长。Don't you like swimming? A little bit.
有一点。But for her, because she's shy, another aspect is getting her to become more social. 不少的钱爱当学着种好的课程，因嘛透过学习，较袂退化。主办这场身心障碍囡仔要伫咧去年东京艺术游演节以台湾的名义参与国际竞赛，不过因为疫情无法度出去，这阵茱莉亚老师有关固定逐礼拜义务带因练舞。The biggest achievement 是快乐的孩子。你今天看到了很多孩子笑，很多孩子有快乐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也会做好的事。对露西亚来，今年45岁，茱莉亚伫台湾20多冬，是中华民国水上芭蕾舞协会的创办人，陪上百位特殊需求的囡仔练舞。伊讲，水中芭蕾美感就是团結合作。It's an instrument to unite different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different background, different abilities. It's a kind of platform that unites us. 这几冬，茱莉亚也伫咧台湾办身心障碍水上芭蕾舞的国际公开赛，邀请各国选手交流。未来伊会继续推广，让水上芭蕾列做帕拉林匹克运动会的竞赛项目，望这寡行比别人较慢的囡仔，会当伫咧水中展现自信甲优雅，也和世界交朋友，行出更较畅快的路。记者阿明金曾派文台中报道。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嘛，互一寡少年人发现讲，台湾人对国际情势理解还欠缺。即马伫 Podcast 正受到欢迎的百灵果新闻的节目，两个主持人就是受到运动的启发，开始伫网络来讨论国际新闻，嘛为因家己行出一条路。调整相机，开人器材，准备好势，开始今仔日的讨论主题。想要讲什么新闻？这礼拜我想要讲缅甸，对不对？你也在看缅甸？对。两人自然亲像开讲，轻松的气氛，讲的内容是重大的国际新闻。凯莉甲Ken有伫外国读册经验，2014年太阳花时，两个人拢有去现场了解状况，但是因所发现，台湾的少年人其实无啥了解国际局势。因为那时候有很多那个小圈圈，对不对？大家在做不同的讲堂也好，或者是分享也好，然后就听他们讲一些事情，然后说啊，那你们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吗？发现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那说啊，那你们知道国外现在怎么看这件事情吗？大家也不是很了解。Ken 表示，伊伫中国读册时阵，看到中国人拢开真侪时间来看各种资讯，都惊闹交气。颠倒是当时台湾的国际新闻内容较欠议题探讨，因就开始翕底片、发宣传单，试各种办法，希望民众对国际新闻有兴趣。我们今天讲到一个什么国家，然后 Ken 就会想办法去比喻台湾哪一个城市有一点像这个国家，然后就要想办法去做这个连结。对。然后我觉得是讲久了以后，大家会觉得，好像我比较可以理解那个中东国家发生什么事，因为它可能就像我们的中永和。对，可能就像中永和的人口数，可是在那边然后被炸掉。他说：“哦 ，shit， 这很严重。” Podcast 节目制作到大，两个人为原本兼咧做变成主要的工作。毛伫传统媒体做节目的凯莉，嘛点出这阵网络媒体会这么兴的原因。可是以网络来说，我们没有这个包袱。对我们来说，你讲出比较有争议的话，但只要是你真心的想法，然后就算是个人意见呢，是个人意见，然后就算被骂，然后被关心，反正也是我们自己都是好的讨论，而且到最后也是我们自己个人承担呢。可是我觉得传统媒体可能就变成公司要承担，然后大家都很怕，那每个人都开始怕，以后就变得就不敢讲，那我们就挑保守安全的东西来讲。那安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行车记录器之类的。讲话就是这么直接趣味，加上淡薄仔正经，互因伫网络顶有一项始终的听众。凯莉甲Ken讲，做节目唔惊别人批评，有意见代表有人看，意见无同代表有讨论的空间。未来伊嘛要继续用家己上自然的方式，鼓励大家讲出想法，同齐讨论国际新闻。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云林北港5间家家艺术馆现场会使看艺术来展手艺，嘛有通体验。带观众朋友来看其中的一间老印刷厂，才保留真侪古早印泥印刷的设备，咱做伙来看卖。老师傅苏明东当咧解说画板印泥印刷的历史，伊手中摕一个茶箍啊，就是有80档历史手工画板印名片的家私。这是家家艺术馆的其中一间。
华星印书局外办故事馆收藏各种印刷的文物。即摆就是阮老爸吼，有留一寡只古早的物件，我就是本来就讲这。若无甲伊留咧吼，这废掉足无彩，啊，佮来甲咱做件个真像样，吼，就搁这灯光嘛拢足好，吼，所以是安尼啦。胭脂外版的出现，地书印刷更较利便，也带动台湾报纸业的大兴。不过伫戒严时代，因为有审查制度，若起唔着字，就可能落格。地书做文字相关的头路也着更较顶进。即马已经到数位印刷的时代。印刷也是传播消息、知识真重要的媒介。苏明堂的册局兼故事馆，佮内底的文物，就是台湾印刷历史的缩影。整个改造的过程历经了2年多的时间，就是让工艺师的工艺也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空间的设计里面。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整个空间更符合工艺师他本身的个性。北港进前投入经费，选5位在地工艺师，甲因的工作室征收做北港家角艺术馆。苏明堂就是其中一位。民众若来北港，唔若拜拜，也会使来这寡所在欣赏手艺、体验工艺。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以色列考古学家又伫沙漠的一个山洞发现几啊在死海古卷的碎片，顶头有写圣经的内容，差不多是2000年前的文物咯。幼幼的油墨纸鸮啊，记载圣经的经文。这挂纸鸮啊是以色列考古团队伫一处沙漠洞穴上新的发现。经过鉴定了后，确定是死海古卷碎片。学者推估，真有可能是活1900年前的一场动乱，封藏伫遮。For the first time in over 60 years, we have fragments of a biblical book that were discovered in a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It's important also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hen such fragments are found in an excavation and brought straight here to our laboratory. 经过放射性拓定仪检测，发现这批死海古卷碎片年代会当追到西元2世纪。羊皮纸鸮啊是用希腊文所写的撒加利亚书、那鸿书的内容。What we see here is that they also spoke Greek, that they read in Greek, and that they had their scriptures in Greek sometimes. Greek was kind of the common language of the time, kind of a bit like English i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today. 1960年代，考古学家伫这个洞穴发现40具人体骨骼，这号名叫做恐怖洞穴。除了即摆找到的死海古卷之外，也出土一具儿童的木乃伊，推估至少有6000年的历史。另外，也有金币，加一个保存完整的编织篮。As far as we know, this is the biggest and oldest intact basket in Israel, maybe in the world. 考古学家使用无人机登山工具加攀岩对抗设备，伫犹大旷野制作长大约80公里的徛壁，用几啊年时间才有所收获。出土文物的洞穴，即马也封证实，伫西元2世纪的时阵，犹太人发起巴克巴起义，伫对抗罗马帝国的战争期间，捌使用过这挂洞穴。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再来看去年金球奖得奖的后裔骑兵，是讲一个查某囡仔是西洋棋天才故事。这出戏嘛，互西洋棋伫全球各地又个真受欢迎。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都有一间专门咧做西洋棋盘的老店，最近的订单就接袂离。将做好的棋架放房仔，各用机器甲搭合。西班牙加泰隆尼亚一间制作西洋棋盘的工厂最近真无形，原因是这部影片。Men are going to come along and want to teach you things. Doesn't make them any smarter. You just let them blow by, and you go on ahead and do just what and how you feel like. Yo me enteré de casualidad. Un buen día llega a la oficina y un compañero de trabajo, Miguel, me comentó que en Netflix habían sacado una nueva serie, se llamaba Gambito de Dama, y que ya en el mismo tráiler aparecían algunos de nuestros tableros de rechapados Ferrer.
以西洋棋为主题，后疫起兵去年发行了后，话题真多。剧中女主角最后一场甲俄罗斯世界冠军对弈的时阵，出现的西洋棋盘其实都是费雷尔产品。这间老字号的西洋棋盘制造商已经将近80年的历史。过去每年生产2万的棋盘，不过最近伫后疫起兵影响之下，加上疫情期间大家拢伫厝内底时间变长，今年第一季也无结束就接4万外笔的订单。Bueno, pues nosotros nos encontramos en una situación un poco de caos debido a la demanda que estamos teniendo de tableros de ajedrez, que estos últimos meses, a raíz de la serie, pues se ha vuelto el ajedrez con un juego de moda donde puede jugar todo el mundo. Antes se veía 费雷尔制造棋盘品质真悬，因为茶块挑选、裁切、打合到包装，每一个定数拢真讲究。要成做一个用上手的棋盘，工艺真悬，培训爱4-5年。所以，就算订单不满，工厂也无法度增加伤过济人，甘能将新的订单安排到明年出货。一部影片意外互老店销量暴增，伫疫情当中逆势成长。公司新闻7万0朋友。下半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